有啥个文学读互你听？这边要甲大家分享《孤身要出嫁》。《孤身要出嫁》第6集。阿成这丛看看咧，迄丛看看咧，刷落来对树仔顶讲一句落来，囥伫涂骹喊破来看。天父跍伫伊边仔问：是毋是会使摕来做客伴的孤身？阿成讲：嘿啊，哥哥嘛真有概念哦。孤身是一款加糖，号做紫胶介壳虫。这款糖除了拄出世迄当阵，一爸会对风飞。过无偌久，就甲尖喙插入去树仔内，无阁刷叮当。若树树仔营养分，若放一寡亲像塑胶的啦，所以也叫做塑胶糖。规大丁加糖放出来的啦，结规罐规篮，就是糖膠。糖膠会使染色，毋管是食的、穿的，也是用的。亲像一款真有名的巧克力，阁有化妆的胭脂。糖膠嘛会使做油擦、做黏膠。上界趣味的，就是会当摕来做客伴。伊的用途真宽。对生活用品到工业材料拢有，所以伫1910年到1945年迄段时间，生产糖膠的加糖是全世界3种上重要的人工饲的糖内面的其中一种。阿姐，这种一流一流的孤身看起来真歹真无人缘，我想应该是较早的人看伊有路用。国不离种，才掠入来咱台湾饲的。鱼仔实在真讨厌这害林景长破病的孤身。阿成哪笑哪讲，要甲伊掠去别位饲，嘛无遐尔啊简单哦。爱有适合的环境，嘛爱有伊介意大的树仔才会使。亲像日本都无法度，遐伤冷啊！日本政府统治台湾的时代，就利用台湾较烧热的环境来发展一寡踮日本本土无法度生产的产业。糖膠的生产就是其中一项。莫看伊普普哦，伫糖膠使用量上大的时阵，日本政府一年爱开差不多300万块日票，对印度、对泰国有饲孤身的国家进口300万公斤的糖膠。当时做工仔人一工才趁6-7仙钱尔尔，安尼算起来，孤身是毋是就有价值咧？这孤身遐尔值钱哦，鱼仔感觉真不可思议。所以日本政府捌对南洋引孤身来台湾饲，一届、2届、3届拢无成功。到第4届，虽然糖也是饲无起来，毋过孤身寄生的树仔，美国学番总算正成功啊！树仔开始适应咱台湾的气候甲土地，后来陆陆续续又对南洋引糖入来，顺利踮台湾生产。谁知影过无几冬，对石油提炼石化原料的技术提升。合成做出来的塑胶树脂满满是，速度紧阁俗。亲像这款爱开时间大大饲才会当收成的糖膠，自然就无路用啊。本家趁钱的头路，一万年啊煞无人爱管顾。放拄好出世的孤身仔囝四界爬地方夜夜飞，飞去人种的林景。乃至山野甲石架丛，叶伫面顶甲尖喙插入去生炭，损害大家辛辛苦苦种的果子。天父讲：阿舅，你看，专家就是专家，伊凊彩讲咧，咱就听甲无啥啥。天父看阿舅笑甲喙仔利塞塞，就知影即个囡仔囝互伊真安慰。
又阁甲阿贤讲：安怎？我看你爱继续读博士哦，咱亲情50拢还无博士诶。阿舅讲：看伊家己啦，是讲我会记你这2丛是对咱远仔煞来诶，讲恁妹妹爱食咱诶葱仔种。当阵诶阿贤都还袂出世，迄个查某囡仔好做。舅讲，我阿姑叫做桂寿美啊。鱼仔看舅公雄雄想袂起来，赶紧讲出来。嘿啦，舅公的头壳歹去啊！哈哈，啊恁阿姑细汉嘛甲你共款，古水阁敖讲话。艾米知影查某囝的个性，紧讲：阿姑，你莫甲伊学了啦！即尾食饱的鱼仔，等下尾你就翘起来，话嘛讲袂煞。阿舅讲：咱寿美也无去时，嘛差不多是即个年岁咧。阿舅讲煞，逐个拢掂落来。无偌久，鱼仔又出声讲：舅公，你敢捌听过冥婚？鱼仔看舅公无应话，干他掠伊近近看，又阁继续讲：我阿嬷忘记阮阿姑抹一条红丝仔巾坐伫树仔骹，有人讲迄是阮阿姑有代志要托梦，可能是想要嫁翁。阿小妈讲：阿兄，敢有影？自从听父因老爸过身了后，阿小妈就叫家己爱较坚强咧，才会当好好生活课。只是伊面对阿兄，米店生活内迄个查某囡仔又阁行出来啊！阿舅讲：寿美啊，要嫁是好代志啊，哪有需要伤心咧？伊看细汉对前对后的小妹仔，后甜目眶红，伊真毋甘。明知小妹是新闻查某囝，嘛爱拍拉梁。伊仔讲：舅公足巧诶，阮阿嬷这几工心情拢无好，昨昏阁去互温泉下着。刷落来外头，甲小嬷讲：阿嬷，咱问阮婆要安怎找着要娶阿哥诶人，毋着好啊？阿舅讲：凡说寿美啊，家己已经拣好啊，敢若来甲咱提醒尔尔。天父听阿舅讲煞，搁一摆配合伊的智慧。鱼仔讲：毋过，咱是要安怎知影阿姑介意的人是啥人呢？鱼仔总是有问袂完的问题。阿舅讲：你放心，万项代志拢一定拢有伊的线头。到时阵，咱着对线头满过锁定，安尼就对啊。讲煞，担头提醒后生。阿成，你还袂甲恁阿姑甲哥哥讲这句神是要安怎治哦？